嚟3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外邊嗰啲喎，粉紅衫、粉紅眼罩、禪聖輝煌啊，出邊啊紅運帝王走上去喎，黑衫第2位有筋斗雲啊，外邊仲有一隻粵進歡欣啊，咁啊第5位嘅馬就永遠美麗啦，第6位啊內蘭智取神驅，外邊紅衫安晴啊，咁啊再中檔位置啦，橙衫大約尾5度啦，就陽光勇士啊，咁啊後啲嘅馬匹啦，有呢隻美麗同享啦，標誌銀河攝咗入去內蘭尾3藍帽嗰匹啊，後邊2隻直線力山啦，俾人 cut 咗嗰隻當年情呢，就暫時殿後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粵進歡欣外邊呢就走咗上去帶頭㗎啦，跟住第2位就紅運帝王啦，筋斗雲第3位啊，第4位嘅馬外邊美麗同享望空咗走咗上去啊，內蘭智取神驅啦，拖住大約計第6位啦，粉紅眼罩粉紅衫外邊就禪聖輝煌啊，咁啊中間嘅馬有永遠美麗啦，咁啊埋邊位置橙衫呢，仲有陽光勇士啊，內蘭尾4度啦，咁啊藍白呢個藍黃衫嗰隻呢，就係標誌銀河啊，尾3安晴，尾直線力山啊，暫時大墮後係當年情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美麗同享呢就佔先咗嘅喎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紅運帝王一路挨埋就粵進歡欣到唔俾佢出喎，再見到中間啊標誌銀河又出唔到嚟啊，因為智取神驅一路封住佢，攝內欄上，仲有直線力山，咁啊在外邊追嘅馬仲有禪聖輝煌啊，最後100零米美麗同享佔先咗㗎啦，見到外邊智取神驅上緊嚟，標誌銀河埋邊揾到位，內欄仲有直線力山接近終點第1名，又係咁樣㗎，內欄喘上嚟，好熟悉嘅彩衣啊，內欄喘上嚟喺呢隻直線力山中間有標誌銀河，咁啊有啲馬呢就有少少打困籠㗎啦，外邊仲有隻智取神驅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仲冇 jackpot 直線力山贏難搞啊！呢單嘢直線力山，但係又有飛喎潘明輝話係好似我咁等個位咪得咯。終於係3號啊，仲塞得今個之前何澤堯嗰啲。好多馬塞車啊！咁就但係早隻潘頓真係跑得好靚啊！真係。不過佢都係俾隻10號玩死嘅，因為咧10號咧呢準出嚟智取神驅唔止啊，由彎位開始啊，對面咧已經係10號咧一路咧佢係。